導航咗咁多集，呢集就交個時間俾我哋研究人工智能喺放射治療當中點樣應用嘅博士生，帶大家參觀佢經常用到嘅教研設施啦。大家好，我係程志峰，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嘅博士生。依家你哋見到嘅就係我哋放射治療設計及模擬治療實驗室，主要係俾我哋讀緊放射治療本科嘅同學喺出醫院實習之前就熟練各項放射治療相關嘅儀器。實驗室有齊香港公營同私營醫院用緊嘅放射治療同影像系統，更加可以俾同學遠端學習，無論佢哋喺學校或者喺屋企都可以用到我哋實驗室嘅設備㗎。除咗開放俾本科讀緊放射治療嘅同學使用，其實讀緊碩士或者好似我一樣做緊醫療影像相關人工智能嘅研究嘅博士生，其實都可以隨時使用㗎。我哋嘅同學由第一日上堂開始就已經用緊同公營或者私營醫院同一套嘅放射治療系統，無縫銜接佢哋嘅實習同埋畢業之後嘅工作。呢度嘅設備更加可以用到我哋自主研發嘅人工智能系統，幫我哋更準確分析數據，亦都幫我哋打造一個更具前瞻性嘅學習環境。